最重要嘅，睇下要努力學習。第二樣係乜嘢啊？要有責任感啊。譬如點樣叫做有責任感啊？有責任感嘅係你揀嗰樣嘢，就要用盡你嘅全力去做好呢一樣嘢。係，都識佢啊，啱啦。我哋要做功課啦，要幫助同學啦，要好努力咁學習呢啲新技能啦。你哋係做得到嘅，對自己有信心，唔好睇小自己。校長對你哋都有信心，加油！大家千祈唔好快喎，大家。嘅同學講就係有一樣嘢好公平嘅，就係每日都係24個鐘，咁好好分配好自己嘅時間，向住你自己中意嘅運動去發展啦。葉隨着種子誕生，10年後鋪出雪來。